间吗？然后屁股都翘起来了。你们还想听哦？想。没有感捷运的没有？没有。感捷运的就偷偷走，不要让我等下会唱歌闭眼睛。你们就偷偷走没关系。感捷运，好，好了，那欢迎所有的乐手上台好不好？这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唱不过，外面有卖 DVD 啊。对，好歹我曾经在华山有1000多人呢，今天公共票800张啊。但很难得有2个小时都唱母语的，应该算是全台湾第一个吧，就是全母语的 DVD 演唱会。听不够可以去买啦，现在没有钱买也没关系，有一天我会等到你买的。这是缘分的问题。教你们唱一首都兰的歌好不好？好。希望真的相见都兰哦。好。我当领唱这是阿美族的唱歌方式，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打唱。打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也会给领唱者力量，然后领唱就会很多不一样的旋律的变化。试试看哦，你要给我力量哦。好。来。哦嗨呀哦嗨呀。哦嗨呀呀哦嗨呀。嗨耶呀哦咿耶呀。哦嗨呀呀哦嗨呀。很简单吧？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这3个字一模一样哦。会了吧？旁边有外国朋友翻译一下。哦嗨呀 and 咿呀 and 哦嗨呀 ，you know？ OK 啊 ，OK，you sing please。不要啦，这种还有鼓掌很烂的，很丢脸，不讲英文。所以常常出国表演都不太会讲英文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的表达就是来。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在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嗨耶呀哦咿耶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嗨呀，我咿哟咿哟嗨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都要唱哦，孩子啊，谁得发来，不要放弃自己。